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賽馬投資頻道。今日禮拜三啦，今晚咧快活谷咧又有9場賽事嘅。頭場開跑時間咧都係照舊噶啦，6點40分。谷草用 A 跑道啊，今晚啊。講翻上一期啦，咁我哋嗰、YouTube 頻道咧，我哋都推介咗3匹馬俾大家咧，都有啲成績嘅。係超和平啦！我哋推介嗰時咧都有成30幾蚊 win 咁啊，最尾咧啲大戶一打落去咧2倍都唔夠，都輕鬆一放到底贏啦，冇乜馬可以即係近得到佢啦。就另外一隻咧就係長勝英區啦，呢隻新馬初出嘅尤達榮嘅，放到最後一步諗住收錢㗎啦嚇，最後200米咧都彈甩嗰隻阿姚半輝嗰隻跑第二，最尾係過咗佢嘅嗰隻包裝名區應該，最後200米都彈甩個成兩個馬位，點解知咧？最尾幾步咧俾佢過咗啱啱正正輸咗跑翻第二。另外咧就試集勇馬啦，我其實就提供咗2匹㗎，長勝英區其中1匹啦。另外咧就智力之城頭場嗰隻，亦都係放到最後一步咧，俾袁恨堯2隻馬咧俾袁恨堯鋸咗㗎。長勝英區同埋嗰隻智力之城兩隻無獨有偶，都係兩隻姚本輝嘅馬。最後一步咧就俾佢嗰隻極速神整過咗㗎。都算有少少交代啦，俾大家推介3匹馬嘅啫，其實一隻贏咗，2隻 Q。有興趣我哋個頻道咧，都希望咧大家就關注下啦，訂閱我哋頻道。喜歡條片嘅都俾個 like 我哋啦，支持下。因為你哋冇支持咧，其實我哋都冇乜心機去拍片俾大家㗎。而家呢個頻道咧，基本上我哋都冇乜收到錢嘅，因為咧就 YouTube 嗰度咧都已經係 stop 咗好多嘅廣告啦，唔知點解無端端。所以咧其實拍片俾大家咧都係即係冇乜好大收益㗎喺 YouTube 嗰度。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我哋頻道咧，都支持下啦嚇。咁咧就小弟咧嗰日推介俾大家3匹馬咧，我都會買翻㗎。我係買過關嘅啫。純粹俾咗飛俾大家睇咧，就都話俾大家聽咧，我哋推介啲馬咧都會自己投注翻嘅，唔會話立亂推介啲馬俾大家，跟住又冇自己唔買啊。嗰日咧買條3串4嘅啫唔投關咧，我揸住隻智力之城度膽啦，拖4隻腳㗎盈智多寶全部都冷腳㗎啦，呢10幾倍嘅馬嘅浩然、紅海王同埋隻海船王者，紅海王咧跑到第3，呢條7搭9咧，智力之城搭紅海王嘅位置 Q 都幾好分㗎，有成差唔多接近15倍嘅。第二關咧我就買獨贏位置啦長勝英區，最後一步咧就隱含跑第2啦，做唔到 win，中間嘅位置，過埋呢關，當然啦過埋 win 就更加好啦尾關咧就買一隻嘅超和平批同埋報緊呢啲熱門咧，一係贏一係影都冇㗎呢啲馬。過咗3關有少少遺憾，就即係長勝英區啦跑唔到第1啦，如果唔係咧個回報率更加高嘅。另外咧都買咗呢2隻馬嘅 win 啦，過關啦2串3啦，2隻跑第2啦智力之城同埋呢隻長勝英區。補翻個位置2串1啦，就驚佢跑2隻跑位置啦就智力之城同埋長勝英區執翻少少本嘅啫我哋咧就實力排序馬嗰度咧，就我哋都啱啱嗰期咧都係提供3匹嘅啫由5匹縮到3匹。排埋位即係排埋次序啦。第一場啦提供就智力之城排第1位嘅。浩然第2位，海船王子第3位跑第5嘅啫，海船王者。第一場就做唔到啦另外第3場咧就包裝名區第1位嘅。另外長勝英區跑第2位我哋中嗰條粵語的嘅 Q 啦1、2位翻晒嚟㗎。二重賽咧順住翻㗎啦第4場咧亦都係順住翻嚟啦。超和平排第1位，女神排第2位亦都係中埋即係頭1、2名中晒㗎啦順住翻嚟。第10場咧就包裝天王排第1位，跑第3，有備而戰排第3位咧，佢贏咗㗎呢條中條位置 Q 嘅啫呢個咧亦都係季尾啦，仲有10零次賽事新嘗試就縮到3匹馬啦，實力排序馬俾大家咧就更加容易清晰去揀馬嘅啫。至於即場嘅呢個AI 模型388咧，就我哋嗰日咧就都係縮咗得4匹嘅咋，以後都係㗎啦。頭場咧就中條位置 Q 啦，即係我中嗰條啦智力之城
同埋一隻紅海王啊，咁啊智力之城我哋擺喺第一位嘅，咁亦都係分咗次序俾大家㗎啦嚇。咁啊以往就冇分次序嘅咁啊順住 number 落嘅啫，而家就唔同咗㗎啦嚇。咁擺第一二位咧就當係正選啊、次選啊咁啦嚇。咁啊智力之城咁啊跑第二，咁啊紅海王跑第三啊，咁維志 Q 都幾好分㗎，149蚊，接近8蚊㗎啦。咁啊呢場咧就東方寶寶啦，咁啊跑第二啦，咁我哋擺第一位㗎。紅黃繽紛啲冷門啊跑第三，咁呢場就中翻條位置 Q 啦嚇，92都唔錯嘅啫，百幾蚊㗎位置 Q 啊。咁啊去到包裝名將場啦，我哋擺第一位啊，長勝英區跑第二位，咁啊博愛先鋒咧就跑第三位嘅，咁佢跑第四，咁呢場中條 Q 啦嚇，15，咁啊二重彩你順住買都中㗎啦嚇。咁啊去到呢場超和平場啦，亦都係順住翻嚟啦，超和平擺第一位，女神跑第二位啊，咁啊呢隻勤德街被擺第四啦，佢一跑第四啊，咁啊亦都係呢場咧二重彩順住翻嚟㗎啦，超和平女神啊。咁呢場咧就深星啊擺第一位啦，佢跑唔出啦，咁啊呢場咧逍遙騎士贏咗，我哋擺第四位啦，咁好運連咧就排第三位，跑第三，咁呢場係中條位置叫嘅啫啊，3搭12。咁去到呢場咧就包裝天王啦，我哋擺第一位嘅，咁佢跑第三嘅啫啊。咁啊有備而戰咧擺第三位咧係贏咗，呢場係中條位置 Q 嘅啫。跨境寶馬啲大門咧跑第四喎。咁啊重申啦，咁我哋其實係一個賽馬資料庫嘅平台嚟嘅。咁啊如果你參加我哋嘅一個全年嘅會員計劃咧，咁我哋會提供一個賽馬資料庫啦。咁啊裏邊咧有好多資訊嘅。咁啊包括呢個騎練上名配搭啦，咁啊個勝出率啦，同埋呢個上名率啦。咁另外咧就右邊呢邊咧就啲馬房動態啦，咁亦都係幫大家咧就記錄晒咧邊個馬房咧做啲咩動態咧，個上名率或者勝出率偏高㗎啦嚇。咁如果係個動態咧就有綠色字咧，就代表呢個馬房咧做呢個動態咧，佢個勝出率偏高㗎嚇。咁紅色字咧就上名率偏高嘅啫嚇。咁黑色字咧就唔使理佢啦嚇。咁啊純粹做一個統計嘅啫。咁另外右邊咧就有晒啲操練嘅狀況啦嚇，包括快跳啦、踱步啊、游水啊、試習嘅，咁啊純粹集中啲中短途賽事啊，1000至1400嘅啫嚇，1600嗰啲我哋冇做嘅。咁另外咧就右邊呢邊咧有呢個黃牌馬啦，同埋呢個出賽權嘅馬匹啦，我哋 mark 晒喺度啦，咁啊做個統計嘅每一年咁可以嚇。咁啊睇下邊啲馬房咧打黃牌咧上名率或者勝出率啊係點樣嘅情況啦嚇。咁另外呢邊咧馬號呢度咧就咗綠色字咧。就代表咩咧？就嗰隻馬咧，就啲年輕馬啦嚇，啲3、4、5歲嘅馬咧，咁啊近期嘅操練啊，配合嗰個馬房嗰個操練之外咧，另外咧嗰個體重啊，有冇相對咧增加啊或者減少咧？我哋會喺呢度咧就著有綠色字嘅。咁陣間舉個例子咧，俾大家參考下咧，咁啊可以留意下。咁啊，今日咧我就都希望咧就重申啦，我哋呢個賽馬資料庫平台咧，咁啊仲係招收緊會員㗎嚇。咁啊年費咧就會係1200蚊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參加我哋呢個平台咧，你可以加下 WhatsApp，咁啊電話係903248808。咁今日咧第一匹馬咧，我推介馬咧就揀第6場嘅，呢場咧就4班嘅1200啦。咁啊而家大門咧，如果我見到咧就係潘頓嗰隻嚇，太精神啦。咁啊琴晚啲飛咧熱到而家㗎啦。咁啊，獨贏得2.9嘅啫，位置1.1啊，咁啊，琴晚都係1.0、1.1嘅位置啊，好有信心啊！而家講睇隔夜飛嚟講，咁但係呢隻馬嘅缺點咧，第一就當然都係咩重磅啦，135磅啊，咁啊唔懷疑喺4班嘅實力嘅，咁啊上一次咧喺4班咧就潘頓已經踎上去㗎啦，咁啊輸咗咧，咁啊翻嚟咧輸過嚟馬位咧好近啦，咁啊今次咧繼續跑嘅，咁啊排咗3檔，咁啊上一次咧就10檔外檔。咁啊睇今次會唔會主動啲咧，跟前少少啦，因為呢隻馬咧條缺點就話，因為佢前速咧就唔夠人快嘅，要靠後邊追上嚟。咁啊好在咧，就今晚嘅 A 跑道咧都係直路又長又闊啦，希望咧可以即係打開今季勝利之門啦嚇，今季咪贏嗰隻嘢。咁成為2.9嘅大滿啊，咁啊3檔起步啊，就。咁我揀一隻咧就有啲賠率嘅馬咧，同佢揮下啦嚇。咁我揀咗3號呢隻高東嚟嘅寶城至好啊，6.7倍，位置2.2啊，有少少分頭啦。咁啊呢隻馬咧就當然咧個質素咧其實都唔使懷疑㗎啦。初次上陣咧已經喺呢個路程谷草1000咧喺後邊咧擒上嚟咧唔係1200啊，同隻加州本事咧叮當碼頭㗎咋。咁啊加州本事已經上到去3班啦嚇。
咁啊跟住其後咧再跑一場咧就冇影，咁啊格沙，咁啊第三次咧出賽咧就又都好後咁追上嚟咧，阿潘頓騎㗎，咁啊翻嚟輸過嚟馬位俾棒糖。咁啊呢啲咁後生嘅馬咧跑得咁少咧，咁啊跑咗4場，咁啊最後一場咧就不良於行咧休息咗嘅，休息到而家，咁啊接近咧120幾日冇出賽㗎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呢隻馬咧休息都有好處㗎，呢啲後生馬等佢成長咧更加成熟嘅。咁而呢隻馬咧揀佢嘅原因咧，就係呢隻馬咧就試咗課習咧都幾勁㗎，沿途咧就擺喺前面咧。泥地集嘅中意嚟幫佢試㗎，咁啊擺喺前面翻嚟之後就大勝嘅。咁啊另外咧隻馬咧個體重咧明顯咧增加咗成30幾磅，咁啊覺得呢啲咁後生嘅馬咧即係重咗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㗎。咁啊呢度咧你見到啦嚇，重咗32磅喎呢隻馬啊，即係比起上一次出賽咧，咁啊希望冇估錯啦，覺得都係一件好嘅徵兆嚟㗎。呢啲咁後生馬咧，即係試習咧，亦都有咁勁嘅速度咧，咁啊體重上升咗咧，我覺得都有機會咧，俾隻1號咧好大壓力㗎。咁啊賠率就相取咗成一半咁滯啊，咁佢6.2倍，太陽精神啊唔夠3倍，即係一個 double 咁滯，咁啊不如搏喺4號啦嚇，或者呢隻馬咧有機會咧跟得前少少都唔定㗎。咁啊嗰個試習都幾勁幾快，咁但係呢場馬咧當然啦，都係預著一個中快步速㗎，咁啊好多馬都會放呢場啊，包括咧就10啦、11、12啦嚇，中環精英啦、喜樂之星啦、黃金俠啦、比特星啦、快樂神驅啦、佐治傳奇，呢全部數落去咧都係靠喺前邊揾食㗎。咁所以呢場馬咧就可能會利咗1號都唔定㗎，太陽精神，即係唔排除佢有機會贏啊。咁但係咧就直博率咧，我覺得就不如博隻3好過啦。其實大家可能稱落去都差唔多嘅馬，咁啊佢仲要有受讓1-3咧7磅，咁啊不如博喺3咁解啫嚇。咁啊保成至好，今日推介呢隻嚇。咁至於第二匹推介馬咧，呢隻馬就懶啲啦嚇。咁啊唔知點解呢冇飛嘅隻馬嚇。咁啊揀咗咧第7場嘅3班1000啊，呢場嘅快鬥快嘅場合。咁啊大門咧就見到亦都有潘頓㗎啦，咁啊呢隻價值全勝，咁啊葉彩虹嘅馬，咁啊踎上去，上一場咧就布文琪咧跑到第4好近㗎啦，咁啊今次咧潘頓上騎上去就好熱啦嚇，4倍嘅啫，咁啊另外咧就飛馬座都要飛喎4.9倍，咁咧呢場咧我推介咧就5棚子嘅馬房啦，咁啊個馬房咧都令我有少少即係失咗少少信心㗎嚇，咁啊因為呢個馬房咧就今季成績就好差啦嚇，咁啊亦都好多馬俾人拉倉啦，咁啊都係因為咧搏殺失手啦嗰時嚇，咁啊落重飛，咁啊跑到咧就無影無蹤，咁啊好多馬主唔滿意拉咗倉，好多馬都拉倉㗎啦，咁啊拉倉好多馬咧第一次或者第二上陣咧就有表現喎，咁所以咧就變咗成個馬房咧都幾低潮下㗎，咁啊有一隻11號呢隻藍地球啊，咁啊睇嗰個集咧佢最近咧係有翻起色㗎。佢喺從化應該嚇，咁啊中藥嚟幫我試嗰課1000草集，咁啊沿途咧就跟住第2位咧，咁啊好輕鬆咧都贏咗課集㗎。就當然呢隻馬咧就試過咧就今季咧99倍咧就贏馬嘅谷草1000，咁啊嗰場咧就唔知係咪99倍啦，總之好難㗎，幾廿倍嘅都係贏咗馬咧好好戀愛啦，咁好戀愛都已經喺3班咧贏又贏㗎啦。咁所以咧就個績咧亦都證明咗呢隻馬咧喺谷草1000咧有啲實力嘅。咁啊贏嗰場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啦嚇，一共喺香港上陣咗9次，咁啊攞咗一個 win 爆冷之後咧就一路都冇表現嘅。咁啊今次咧就睇個集咧照計都幾吸引㗎，咁但係咧飛咧就冇㗎而家嚇，即係22倍，咁啊位置7.1就位置飛係完全冇嘅咁講。咁啊但係咧就冇理咁多啦嚇，呢啲馬房。咁啊有乜賠率咧，亦都可以搏下㗎。咁當然啦，你唔可以即係你唔攞嚟做重心咧。如果呢場有心水咧，揾到膽咧，都不妨拖下一票啊！呢隻馬咁啊排咗8檔，咁啊鍾意嚟試完集之後咧就騎咗12號隻觀金旗啊。咁啊觀金旗亦都喺文家良咧轉咗去廖康銘初次上陣嘅。咁啊就藍地球咧配咗巴道啊。咁啊巴道咧亦都係即係殺手啦，可能118磅咧冇乜騎師選擇，即係揾得佢。
咁排咗8檔，咁我覺得呢隻馬咧都有啲能力咧喺呢組咧有機會入到嚟㗎嚇，咁入到嚟就好分㗎啦嚇，就算拖喺大熱門，即係講緊位置 Q 4+11價值全承搭佢咧，都有而家都成16倍嘅位置 Q 到啊，所以非常之難嘅。但係我覺得呢隻馬咧就照計係冇嚟咁難㗎嚇。睇個晨火個集咧係有起色㗎，起色之後咧，咁輕磅100磅咧有20幾倍咧，就不妨可以買少少 Win 皮玩下，或者係買啲位置 Q 啦嚇，或者做膽射翻啲熱門腳，應該有唔錯嘅收穫㗎嚇。今日推介埋呢匹藍地球俾大家參考下啦嚇。今日咧就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個位置啦。再重複我選擇啦。揀咗第6場嘅3號寶城至好，阿告仔嘅馬。第7場咧就揀咗5棚子嘅馬，11號藍地球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個位置啦。喜歡嘅頻道咧撳一撳定個掣，喜歡嘅片俾個 like，我哋再支持啊。多謝大家收睇。